落班收工已經好攰，洗菜煮飯仲攰。今日6分鐘同你搞掂一道潮汕魚椒牛肉煲。秘製調料收藏好，費事挖走揾唔到。白胡椒、黑胡椒、生抽、蠔油、白糖、鹽，生粉撈勻醃牛肉，花生油風味，等陣焗。砂鍋熱油爆到香，薑葱蒜頭一齊上。18蚊買返嚟嘅牛肉倒入去，冚好個蓋。經典廣東做法，米酒淋一圈增香。中細火焗佢6分鐘，而家過去飲啖茶，啱啱好啊 Later 開鑊開鑊開鑊！唔係出邊食唔起，自己煮更有性價比。美滋滋。